上帝啊，你的子爱怎样遐宝贝啊？世间人美伫你实骨的知音下，因要因为你的厝的好物得到帮助。你也要互因啉你快乐的雨水，因为换命的源头在伫你遐。伫你的光，阮要看见光。愿你常常施慈爱予捌你的人，常常用你的公义施予心内正直的人。圣诗495首，圣诗495首。上帝是我一切仰望，上帝是我一切仰望，坚固我心拢无离。带我经过乱世稳当，善良真实就是伊，只有伊应徛起，叫我的心神归属伊。请大家起立，吟全首。上帝是我一切仰望，坚固我心拢无离。带我经过万世稳当，善良真实就是伊。只有伊行起，叫我心归属伊，帮助我到世间万物，不惊关系袂通过，叫我所见用的管道。人家头就为我，只有人你的一切我天高呀塞，上帝主永不变我，你为家己好追求，任何画面也记中我，对我错误随头给，只愿意爱，日出人间来见我。可怜兄弟，修出万里，日无难无强贵。主的旨意，无难无易，都为快乐来见会。对主来，我一点平安吗？我有你，我的兄弟，是兄红颜，感谢主。真心莫若千赞地北，日是生命来感谢。主啊，就顺他，对伊阿无不平安。咱用起来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17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林内受苦，顶12个死埋葬雷府。第3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他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病。伊要伫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
我是圣神，我是圣。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所以下面肉体过我，永远的活命。阿门。大家请坐。咱来恭读启应文第36篇1063页，启应文36篇。要听智慧得救，聪明地出声。智慧伫路边悬的所在，徛伫十字路口。智慧伫城门口，伫人会出入的所在大声话。众人啊，我叫恁；世间人啊，我对恁讲。憨直的人啊，要学习精明；愚戆的人啊，要追求聪明。要听我要讲极好的事。要论正直的代志。伫创造的起头，上主先造我。自古以来，我是伊头一个创造的。伫上起头，伫创造世界以前，对极古早，伊造我。我出世的时，也未有深渊，嘛也未有海洋。我出母胎的时，大山也未受造，小山嘛也未形成。迄时大地甲田野也未创造，连地上头一把的土粉嘛也未有，也未安置强冲，也未伫海面画地平线。迄时我已经伫遐，伊伫空中布置云彩，互深绵的水泉冲出来。甲海定界限，互海水袂搬过界，甲大地下地基。迄时我已经伫遐，迄时我伫伊身边做师傅头，逐日互伊欢喜。我不时伫伊面前欢喜快乐，伊爱伊互人徛起的世界，欢喜伊创造的世间人。当我的囝着听叹我，顺行我道路的人真有福气，着听教师来得到智慧。毋通拒绝。听叹我的人真有福气，因逐日伫我的门口伫等，伫我的门边咧听候。找着我的人就是找着性命。伊会对上主得到恩惠。咱同心来祈祷。天顶的阿爸爸，阮感谢你的圣尊名。阮知影万物是对你所创造，上帝创造拢看做是好，上帝阁创造人要来管理。上帝百姓本是伫爱丁乐园快乐的生活，但是因为受撒旦的迷惑，致到犯罪，人因为做毋对代志，离开上帝。圣经讲，人因为犯罪，上帝应该得无着。但是上帝是听，有赦免，有怜悯，有恩典，有盼望。伊一直咧等待上帝伊的百姓，回心转意。无论是老大人、中年人、少年人，咱拢需要主的同在，主的保守。上帝话讲，得救在伫活倒转甲安息。得着快乐，在伫平静甲辛苦。主互软弱的诚做勇壮，互丧凶的诚做富有，互悲伤的诚做喜乐。我靠主的人真正有福气，听候主的要得着新的快乐。因要亲像鹰鸟，气势飞悬，因行也无厌，因走也无先，因走也无厌，因行也无先。主啊，因为阮是你的百姓，我靠你，阮需要你，需要你的同在，需要你的保守。主耶稣，阮感谢你。阮的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这是我的报告。本会的消息第一点，本主日为青少年主日，欢迎谢宏良院长，伊是灵粮新学院的院长，
受邀请来本会主领2场的培灵会，第2场、甲第3场、第4场联合聚会。第2场特别欢迎社青、学青做伙来参加。第2点，本主日下晡3点30分召开会5月份的定期中执会，敬请全体的中执出席，机构首长甲同工列席参加。第3项，下周的主日5月14日为2023年度母亲节的主日，本会特别举办母亲节感恩的礼拜第2场、第3场、第4场联合聚会。儿童牧区伫第2场礼拜中来献诗。咱教会也有征送每一个做母亲的一份礼物来祝福，也祝福全天的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第4项，下周的主日5月14日下晡5点到7点半，伫咱的清风敬拜中心要举办清风母一下电影美食月，欢迎兄弟踊跃来参加。第5项，本会伫未来的即礼拜六上午9点半到11点半要家庭探访，是5月13日拜六。安排的家庭探访家庭是刘伟成、朱秀妹、柯里贤贤、石清文、邵陈宝珠。探访的牧者有陈建牧师、洪世俊牧师、余海平长老、陈美玲长老、高丽美执事、连马西执事、陈美仪执事、黄家斌长老。第6点，本会定伫5月17到18是拜3到拜4，暗时7点到9点半，要伫咱敬拜中心举办龙沙卡使徒特会。龙沙卡使徒承接多伦多大复兴的点火事工的领袖，是使徒甲先知，伊的有言精准，佮时常有大的突破，佮有医治的恩膏。欢迎中职同工甲兄弟姊妹踊跃来参加。第7项，2023年幸福小组国际演习会，伫8月28拜1 12点到7点，到下晡7点。8月29是拜2 9点，早起9点到下晡7点。8月30是拜3，早起9点到下晡5点，伫高雄流行音乐中心海音馆内举办，费用是2500块。6月30进前报名费2000块。教会补助伊规定办公室来提出申请，敬请小组长同工踊跃办公室来报名。第8项，111年度关键的证明收据已经开立完毕，敬请兄弟到公布栏看咱收据的号码，再搁去办公室来索取。第2大点，遗体的消息。相信本会成齐真兄弟伫4月30日蒙主文调安息主怀，已经伫5月7日拜5上午7点15分伫七日宾馆举行立关火化礼拜，并安葬伫深水的树葬区。愿主安慰遗族，敬请兄弟为遗族来代祷。第2项是赞美操的消息。定伫5月7日拜3下晡2点半到4点，伫咱教会3楼的图书室，要教人做是纸的康乃馨的赏花，材料费是50块。若是有意愿要参加的，请杨丽萍团长来报名。第3点，姊妹牧区定伫5月13日拜六，早起时9点半到12点，伫副场举办母亲节联合聚会。为要备办参点，请组员小组长报名来参加。第4点，社青牧区定伫5月21日礼拜下晡3点到6点，伫咱敬拜中心要举办木亲子嘉年会。活动的内容有美食、福音解签、文创、农牧商品、草地音乐会、摸彩等。现场
现场要使用烟油钱来消费，无接受现金的。费用一张烟油钱是250块，但是若自今日开始来购买只是200块，但是当日是阁恢复到250块。欢迎兄弟踊跃黄玉婷执事学习办公室购买参加。合作社的部分，请恁家己来看。好，感谢主。咱迄个今日是5月头一个主日吼，咱头一个主日，咱拢有做啥物代志？庆生会啦，庆生会，庆生会来，咱请迄个5月份的寿星哦，请你起立哦，5月的寿星哦，咱要来甲伊祝生日快乐，快乐。祝你生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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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生日快乐。咱三甲来祈祷，主要说，阮为着5月份，阮的牧者也是阮的兄弟，因伫即个月来出世，为着因伫阮的中间，三甲来敬拜你，阮感谢上帝，也求上帝赐福气伫因，互因若有美满的婚姻、幸福的家庭，也有敬虔的后裔，互因的生活，无论是伫因的家庭的生活。因的职场的生活，伫教会的生活，拢蒙耶和华的福。主将因仰望你，互因照着因心中因的望、因的祈祷，到主的面前，靠着主的恩典，拢得到成就。愿祝福因，互因伫生日的时满了上帝你，互因的欢喜、快乐，以及上帝你丰盛的祝福。感谢祝福，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这是咱来讲到圣经，圣经记载伫罗得记第1章18节到22节。白话字伫302面，台语伫287面，和合本伫329面。请咱看，我来讲读。伊看见伊决意要甲伊去，就无过对伊讲起。对安尼2人3角行来到伯利恒，因到伯利恒，通常为着因拢带起来。迄妇人人讲：“这是拿俄米吗？”伊应讲：“无去叫我拿俄米，就叫我玛纳，因为全能的款待我真艰苦。我出去的时满足，耶和华互我空空倒来。耶和华已经责备我来证明我。全能的已经考察我，恁啥事叫我拿俄米啊？安尼拿俄米倒来，伊的新妇摩押的查某囝路得，对于摩押地倒来的也甲伊来，因到伯利恒，拄仔是起手挂大马的时。以上，赞美，请相连圣歌队。
道今日主题是稳重的希望，请谢宏忠院长。各位兄弟，大家平安。甲你的隔壁讲，祝所祝福的日，咱就爱欢喜快乐。感谢主吼，咱今日真特别吼，是咱的青少年的主日。牧师伫去年12月伫台北灵粮堂，为着这个 RPG 吼，就是复兴基督小组的全国的调集，有拄着灵粮新学院的谢宏忠院长，就心中有感动，希望伊有机会来咱的教会来讲道，来陪灵。想讲会当较早，年头就开始，但是伊的迄个行程排甲真满，所以伊讲上早会当伫5月初7。讲感谢主，这也上帝好意思5月初7拄青少年的祝福主日有一遍我去这个巴厘岛足侪人为我祈祷谢院长我若做伙为我祈祷伊讲我上帝要祝你那个成为迄个少年的代笔所以伊对这个少年人，我是感觉上帝还有特别这款的温数，会当来唤起来激励咱的少年人。所以伫青少年主日上帝好的安排今日第2堂特别咱也有欢迎社青还是青年也会当有机会参与为咱祈祷祝福。所以这堂伊要甲咱透过路德记稳重的希望希望为大家祈祷祝福。咱应上热烈的掌声欢迎谢院长。各位兄弟平安，有听到我的声无？有吼，有。对，我能听到我的声得对。好，今日真欢喜上帝引带互陈牧师来邀请我来到这个药厂长老教会来讲道，这是我真大的荣幸因为我毋是长老会的圣学院毕业的，我伫美国的圣学院但是呢，今日有这个机会来讲到上帝的话语，迄嘛是我的欢喜我嘛感觉我真大胆因为我的台语毋是讲对细汉伫长老会来学习的我第一届用台语讲道是伫平湖马经长老教会，迄个时阵，这个林宪明牧师已经离开这个马经长老教会，所以呢，长老讲即摆无人讲道你拜托甲阮帮忙一下呢。所以我第一届徛伫这个长老会台顶讲道真紧张讲了，都问这个长老讲听有无？伊讲一丝丝尔，表示讲我讲了实在台语讲了无好安尼所以迄个时阵开始用台语来讲道，但是因为我毋是对细汉就伫长老教会大汉的，所以对罗马尼的即个讲法，我就较无法度亲像一般的牧师讲了较好安尼所以今日我若是讲无法度讲到一寡字的时候，我用华语来讲应该会使啦安尼好，安尼我就较放心无真紧张呢。好今日呢，要甲大家讲的一个题目就是隐藏的希望这是我心内底感觉讲，这个时代是互人真失望的时代啦无论是这个世界的局势，是咱这个家庭的问题青少年的问题、夫妇的关系实在有时看了真多时，感觉讲这个时代实在看袂到这个希望所以我要用这个隐藏的这个希望来讲这个题目，是因为圣经中有一个人伊嘛是看袂到希望，就是拿俄米因为因搬到这个挪亚地的时阵，挪亚地伊就伊个先生2个囝拢过身去变做寡妇安尼啦。所以咱知影讲，一个寡妇无先生，阁无囝，就无希望所以对伊来讲是一个无希望的人生所以但是呢，上帝有特别的安排所以了后咱看这路德记的时候，咱就发现真正
隐藏的希望都在后面都会出现啊。所以我今日要用这个角度啊，要来大家讲起到这个隐藏的希望是啥吼？好，安尼我今日要开始来讲吼。这个隐藏的希望就是讲哦，咱知影世间有真侪代志吼，亲像我以前伫台大病院做医生的时阵，我12年的中间伫台大病院做医生，看到真侪受苦的人啊。啊，我内底有一个真深的祈祷，讲主啊，虽然有一寡病痛无法度医啦吼，但是求主互这个病人伫无法度医的时阵，犹原有希望安尼啦。这是我时常啊伫病房的中间啊传福音，互这个病人的时阵，我心内底的祈祷吼，因为有真侪代志呢，咱看到，咱知影，但是医生嘛是有伊的限度啦，无法度讲逐款的病拢有法度医吼。所以我嘛是感觉讲伫病院内底看到一个受苦的人的时阵，要安怎为了苦水变做甜水吼，这嘛是一个福音才有法度收拾福音的吼。所以我伫病院内底嘛时常将这个福音、这个好消息传互因。有看到一个病人吼，这真侪病人伊拄着耶稣了后，伊的苦水就变做甜水吼，确实有影有真侪见证吼。我今日无时间来讲，但是呢，这个隐藏的希望吼，伫拿俄米伊的一生的中间，咱看得真清楚。咱若看到这个时阵，咱就知影讲吼，这真正是咱来思想的吼，到底有啥物因素，互咱有法度对苦水变甜水啦？所以今日我要对两方面的角度，咱来思想，到底咱人生若是受苦的时阵，咱要安怎互苦水变做甜水？伫拿俄米伊的一生的中间，咱看了真清楚。第一个就是方向来决定这个命运吼。方向决定命运吼，咱这是真需要来思想的吼。譬如讲，这个拿俄米因全家吼，因地本来是伯利恒因的人嘛，迄个所在拄着饥荒，所以因全家就搬到这个摩地嘛。无拍算，伫摩地呢因的先生两个囡仔拢过身去啊，所以因佫倒转去伯利恒那里。这去的时阵是苦。转去，拄着甜的吼，所以意思是讲，这个苦水变甜水是甲因的方向、甲因的决定有关系。所以因的方向是讲，我即马拄着饥荒，我即马搬去摩地，应该会较好啊。无拍算颠倒歹，所以呢，因就佫倒转去这个伯利恒，因为因听到上帝劝告这个伯利恒迄个所在的人吼，所以伊就是佫决定佫转去，无拍算拄着这个苦水变甜水的代志吼，所以咱今日要来看者吼。好，安尼就是表示讲，今日的圣经才讲了真清楚吼。就是讲咱看到讲一个短片内底讲的这个故事嘛真有意思，咱来看这个短片者吼。打了真紧吼，无看到即个方向头前有只树弄着树昏倒迄后生伫边讲这食物来自投罗网安尼吼。我要讲这就是讲，你的方向若毋对的时阵，你真努力真拍拼你的方向毋对，你就入去迄个后生的喙中意思讲，这个世间咱圣经讲，这个世间是这魔鬼亲像这个后生寻找可吞吃的人你方向唔对你就真做这魔鬼伊会食物意思是安尼。所以我这段片我感觉真有意思真短，但是真有这个启示意思是讲，咱人生若是方向唔对，咱的命运都是苦的啦所以咱对今日这个圣经节咱要来学习所以呢，第一个咱要来看就是讲，这个方向来决定命运的时阵，咱要来学习第一个就是咱家己照家己的意思来行咱的结果一定是苦水这是真重要的。亲像拿俄米因照家己的意思行这个所在就拄着饥荒我就来摩地一定会较好无拍算颠倒歹所以
这个方向就决定这个命运哦。照家己的意思行的时阵，时常咱的结果是苦水啦吼。所以呢，咱今日读嘅圣经节有讲到讲啊，这个拿俄米呢，因决定啊要去迄个摩押地嘛吼，因为呢因的决定，所以因拄着下面的代志呢。但是我咧想讲，为什么因是信上帝的人？因伫住伫伯利恒，这里是谷仓呢，面包之家呢，粮食之家，意思讲，迄是真丰富的上帝祝福的所在。啊，即摆拄着一届这个饥荒的时阵，伊就要刷离这个所在到摩押地这个所在吼。我感觉因有祈祷，我在想这个问题吼。我咧想讲迄个时阵吼，可能因无讲真正认真来追求上帝带领啦吼。为什么你讲呢？因为迄个士师记迄个时代呢，有一个特色吼。这个士师记后面讲到讲，迄个时阵呢。以色列中间无王，无这个君王，大家人拢照家己意思来行，表示讲这个拿俄米的先生嘛活在迄个时代的时阵，伊嘛受迄个时代来影响，照家己的意思来行。所以因就讲拄到饥荒就去别个所在找食物就好那有毋对但是咱知影讲，咱信上帝人，第一个爱找，毋是讲解决问题的方法。第一来找是上帝，因为伊才有上好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吼，所以咱大家都爱来学习。因安尼的缘故呢，所以我想讲，这奇怪咧，这个以利米勒吼，以利米勒呢，伊这个名吼，伊是这个犹太人该号的名，因爸爸妈妈该号名呢，这号名号了真好呢。这个名的意思是啥？这个名的意思是讲，这个这个名的意思是讲，我的上帝是王啦。我的上帝是主，意思讲，以利米勒这个名是有意思的啦。我的上帝是王，既然上帝是以利米勒伊的王，凡事都来问这个王的意思但是伊无为什么讲伊无？咱来看这个圣经安怎讲吼？第一个，咱看到伊有受到这个迦南地伊的文化影响。咱住伫多位，咱都会受迄个所在文化来影响吼。以色列人住伫这个迦南地的时阵呢，伊嘛有受这个迦南文化的影响。为什么你讲呢？因为呢，迄个时阵咱对伊的号名就知，爸母为囡仔号名，咱拢看会出有受到这个外邦文化影响也无吼。咱看到讲，这个人伊的名叫做以利米勒这就是因爸母挖过上帝甲这个。以利米勒号名嘛，号名就是我的上帝是王凡事拢爱追找这个王的引带这是好的拿俄米嘛是甜对无所以甜，意思说因爸爸妈妈号名时拢望讲，这个囡仔对上帝得到祝福嘛以利米勒你就要一世人掠上帝做你的王凡事拢来追找上帝意思拿俄米呢你就是爱甜水，你就是一世人欢喜快乐真甜蜜安尼也真好。但是你看伊两个囡仔，一个叫做这个马伦马伦的意思是啥？马伦的意思就是虚弱这真特别对无哪有人甲囡仔号名叫虚弱你一世人拢虚弱安尼嘛真奇怪对无所以呢另外一个名叫啥？基伦基连呢就销售基连就销售的意思啦所以你会看来讲，那会安尼？这个销售，那有可能讲你的囡仔该何讲销售无就是这个瘦弱无就软弱，无可能嘛。咱台湾咱来讲，互囝的名拢是蒙妻蒙幼蒙秀。这就是往事往事就蒙起啦那阮伫病院看到讲，有一款名啦但是就是咱看到咱有时过去咱的文化中间就生出来囡仔无法度生足多就蒙起啦无可能讲咱为囡仔号名讲无了想讲我生写我的囡仔叫写足衰无可能互即款名嘛写早写优
也写夭寿，写夭寿嘛无可能啦，对无？无可能讲足衰夭寿啦，即款拢袂使起互即个名，对无？所以呢，你看伊号名就知影讲，伊有受到即个迦南文化影响。因为迦南文化因有时对着因生的囡仔呢，就照因实际上发生的看到因生出来就足够化病就该互即个名呢。但是呢，上帝国的百姓毋是安尼。你看上帝真看重咱人为着咱的后代命名的这项代志吼。所以阿伯兰伊的意思真好嘛，对无？尊贵的老爸嘛，对无吼？约书亚嘛真好啊，上帝是咱的拯救啊。所以咱做爸母的吼，为囡仔号名爱号个好的名，就是尊迎上帝的名嘛，互伊有愿望，互伊一世人因为我过上帝得到这个祝福。虽然咱号的名无一定讲这个囡仔一定会安尼，比如讲伊可能号做保罗，但是一世人做歹人咧，嘛有可能啊。咱咧教会嘛看到就讲伊的名毋是叫保罗咧，保罗为什么拢无去传道，拢咧做歹代志啦？嘛有即款咧，迄是伊的问题，毋是咱号名的问题。所以呢，咱就爱了解讲，咱真正在这个文化中间，咱唔通受这个外邦的文化影响吼。这就是我看到讲，这个以利米勒为什么伊会决定搬到这摩押地，可能又受到这个迦南文化影响吼，对伊的两个囡仔两个囝儿呢，伊所好的名吼。第二个呢，咱看到伊呢，在拄到这个困境的时阵呢，伊有去决定讲要离开也无吼。所以咱看到讲，伊就拄到困境的时阵，伊真正本来是伯利恒，迄时所在伯利恒实在都是粮仓嘛吼，就是这个粮食之家。这个以法他人呢，伊就是丰富丰硕的意思啦。但是伊到摩押地，摩押地是对圣经来讲，摩押地是不洁之地，意思讲无清气的所在吼。咱知影摩押地就是讲这个以色列历史的就是伊迄是不洁的所在嘛。咱看到讲为什么一个分别最深的这个土地无爱大，去到迄不洁净的所在去找假米啦？你感到所以又受到这个困境的影响。咱做基督徒吼，咱有时咱伫世间嘛拄到真侪互咱受苦的代志啦。咱有时决定讲要安怎行，咱嘛是讲要安怎来解决这个问题吼。但是我伫这个以利米勒伊的这个专家因所拄到的情形，我就发现讲，这是袂使受外邦的文化甲这个咱拄到的这个困境来影响咱的决定安尼吼。这是真重要的。所以你看到讲，这个先知约拿，上帝叫你就去尼尼微迄个所在，亚述帝国尼尼微迄个传福音了吼。你若无悔改，你就拢袂忘啊呢。伊无走去尼尼微伊就走去他施迄个所在。所以你看到讲，先知是上帝代言人吼。上帝要通过先知来甲以色列人讲话，无拍算，这个先知是落跑的先知。伊的方向就决定伊的命运，你看，哇，伊就走去他施，结果呢，在这个地中海就拄到这个风影哇，大风大影，到尾等在水内底，呢，上帝怜悯伊有一条鱼咧，给食落吼，伫腹内底，鱼腹内底祈祷，无死安尼，到尾呢，上帝将伊吐伫这个旱地我讲这个故事是讲，你看。连先知上帝所使用的人嘛，有可能行唔到方向，拄到无好代志，伊的命运就是伫海内底，伫鱼的腹内底安尼。我就想着讲，咱的这个兄弟姊妹有时有真多问题吼，拢会找牧师祈祷吼。咱牧师祈祷有时领受讲安尼可能唔好，但是佫袂使讲了真清楚吼。所以呢，咱有时毋知要怎讲吼。譬如讲，有一个兄弟来找我祈祷，讲牧师，你甲我祈祷，我要去大陆要去做生意啦毋知影爱去袂使去我爱对切上帝意思。讲好我甲你祈祷，牧师人就是爱为这个兄弟伊的需要来祈祷嘛我一祈祷时，我就看到讲伊的头前有一个刀叉，刀叉的伊的头前意思讲，这条路袂使行啦但是我嘛唔敢甲伊讲兄弟我头先有看到
刀叉伫你的路会迄个挡掉的吼，你是袂使行呢。因为做牧师人吼，实在嘛爱有智慧来讲话啊。我就讲啊，我有看到这啦吼，刀叉伫你的面前，但是哦，你家己祈祷啦吼，你家己若决定讲你要去，你就去吼。啊，我感觉这个是有意思的，但是我无法度决定吼。其实我知影讲袂使去啦，啊，我袂使讲甲100%是安尼，因为我想讲伊嘛爱追求上帝啊，袂使干那听我的嘛吼。所以咱追求这个方向的时阵吼，咱爱嘛家己来祈祷。啊，牧师嘛祈祷，啊，牧师祈祷是甲咱印证讲啊，安尼行好无吼。所以咱家己祈祷真重要。我就讲啊，兄弟，你家己爱祈祷吼。虽然我的领袖是有刀叉挡在你的头前，但是我嘛毋知影讲100%是毋是讲你绝对袂使去，但是你祈祷看觅，安尼好无吼？我将这个责任交互伊家己祈祷，啊了后呢，伊祈祷了吼。我听着无偌久，伊就去大陆做生意吼。啊，我就讲安尼吼，就看上帝有怜悯伊啊无呢。啊了后呢，伊两年了都转来，啊拄着我，我讲你大陆做生意做了安那？啊，莫阁讲啊啦。意思讲啊，血本无亏啦。意思讲我投资的拢无去啊啦。啊，我真忧愁啊，转来，然后伊再讲答案是啥？你看吼。你看这兄弟吼，咱知影吼，这个有时咱找牧师祈祷，咱爱注意咱的动机吼。啊，伊是安尼，伊讲，牧师真歹势吼。迄个时阵我请你替我祈祷，我其实心内底已经决定要去啦。啊，你决定要去，我叫替你祈祷。伊讲求心安尼啦吼。你若是讲好去，我就讲bingo吼，我就爱去啊。你牧师有背书着，好在家己我无甲伊背书着。我来甲背书，伊我做生意失败，拢嘛是牧师叫我去的啦。我咱牧师人就歹做啊，对无吼？所以咱就爱说理哦吼。因为伊为什么要去大陆？伊的动机是啥？伊甲要甲我讲，伊讲因为伊甲伊的牵手关系真紧张啦。甲因太太时常冤家，伊感觉讲住伫这个厝内底足袂快乐的啦。所以想讲嘛无法度离婚，基督徒嘛袂使离婚啊。不要啦，紧来走吼！在大陆做生意，这理由正当啊！我做生意，然后趁钱，搁会再贴补家用真好。所以太太无反对啊，好啊，喺大陆做生意，然后趁钱，安尼真好。但是伊心内底其实伊的动机呢，是讲我不爱甲太太住到底，逐工我看伊看我呢，足艰苦的啦，所以我要离开，所以我要去大陆安尼。其实这是伊真正心内底的动机啦。所以你看到讲，哇，原来是安尼。所以你看牧师人有时毋知，毋知影兄弟来找牧师祈祷，伊内底伫安尼想法，咱拢毋知呢。但是上帝知。所以咱家祈祷祝福的时阵呢，上帝有提醒伊，但是伊心内底已经决定要去啊。所以伊来找牧师祈祷，毋是讲要听牧师的祈祷的建议啦，是讲你要甲我背书，你若讲好，我就来去安尼。我讲无好，伊嘛要去啊。你看已经决定啊，对无？我意思是讲，这就是讲照家己的意思行，到底是啥物意思？迄个史书记，迄个时代就是讲无王嘛，无王，大家拢照家己意思行。咱的生活中间，那上帝毋是咱的王的时阵，咱嘛照家己的意思行，咱照家己意思行，结果就是苦水啊！所以咱的方向就决定咱的命运嘛。但是呢，咱若是有法度真正。来挖靠上帝来追求上帝引出来时，咱来找上帝来引出咱的时，无共款咯。圣经有讲到啥？讲咱若是真正找上帝时，咱毋通挖靠家己的这个聪明啊，咱来专心来挖靠耶和华，伫一切事拢来追求伊啦。伊就一定会指示咱要行的路吼。这是圣经所讲的，我感觉真好啊。因为上帝无讲你若追求我。来找我问，我无甲你有答案吼，我一定来引出，是讲有时较长才有了解，有时真紧甲你讲，有时较久才甲你讲吼。但是上帝一定会甲咱讲话吼，所以呢，我就看讲哇，这真重要。那所以这个兄弟呢，伊就无这个学习啦，所以伊就挖靠家己的聪明结果去呢，就拢做生意失败了真多吼。所以呢，我就感觉讲这就是咱爱学习的。我就想着讲，阮教会我是美好小组，阮有这个传福音的机会
这个是阮美好小组的一对夫妻啦，做见证的就是迄个姐妹，这个姐妹叫小芬小芬边因先生是独生囝伊讲到伊的见证，我就真感动，因为伊还未信主进前就认捌因先生所以因就结婚了，甲因婆婆斗阵，因为这伊是独生囝独生囝因就有透天厝透天厝呢，一楼是住婆婆，二楼是住小姑，三楼就因夫妇住三楼因结婚了呢，感觉足袂快乐，足痛苦，因为因婆婆呢真有意见讲话呢有时要求这要求迄这个小芬讲我做你的新妇我拢无法度做我家己啦这个独生囝呢，这个夹心饼干一边是妈妈嘛一边是太太。所以伊嘛真歹做人哇，真辛苦真歹斗阵啦这个小姑咧，佫忧郁症所以呢，这个透天厝因住斗阵拢无讲话啦。所以这个小芬转来厝的时阵，无爱甲因婆婆讲话，嘛无爱甲小姑讲，因为小姑呢，伊这个忧郁症嘛，无法度讲，拢讲迄个负面的啦这个婆婆拢讲迄个要求的啦。伊无爱听，伊就紧走去三楼啦哇！安尼住几年了呢，伊感觉痛苦的，想要搬出去啦迄个时阵拄着即个基督徒小芬的基督徒的朋友就传福音互伊小芬就认捌上帝所以伊即马做见证是信主的见证那伊信主见证，伊讲我靠上帝来看要搬出去，无要搬出去啦有真侪伊还未信主的朋友拢讲你著搬出去甲婆婆斗阵较艰苦，搬出去啦，莫阁住斗阵啦你看逐工见面就足艰苦你阁歹甲伊讲话你住顶三楼，伊住一楼你干嘛住斗阵意思是安尼，所以真侪人给有意见拢叫伊搬出去，但是伊呢，感觉安尼敢好所以伊过去问因妈妈，所以小芬讲因妈妈讲，哎呀，你嫁出去做人的新妇都要知道理啦。伊讲我早就莫问阮妈妈，阮妈妈讲做人的新妇都爱知道理。我问你要创啥？意思你叫我莫搬的意思嘛？伊心内底有人讲爱搬，妈妈讲莫搬，所以伊心内底真艰苦信耶稣了这个兄弟讲，哎哟，你这足艰苦的，咱来祈祷好无？伊讲好祈祷兄弟就讲，小芬阮祈祷有感受讲，你袂使搬出去呢。上帝敢若讲通过你你会使引带恁婆婆小姑来信耶稣啦。你若搬出去都无机会啦。你较忍耐者好无？若是讲你以前甲即个婆婆讲话有大细声会受伤，你嘛爱甲下失礼啦。伊讲哇，这哪有即款代志？迄是阮婆婆伤害我甲大细声是因为伊讲话大细声，我才大细声。所以伊就讲这足困难的啦，但是伊祈祷的时候，上帝讲你著爱照兄弟所领的受去做，所以伊就讲好，上帝我顺服，所以伊就去甲因婆婆下失礼伊讲婆婆真失礼我住斗阵拢无听你的话安尼讲话大细声，互你真生气真歹势安尼。因婆婆讲啥？你丢狗哇！伊听着讲哇，足伤心，我甲你下失礼呢，你讲我丢狗？起笑，早就莫甲你讲对无？这样代志对伊讲哇，我顺服上帝引带，甲阮婆婆下失礼，伊无甲我和好，讲我起笑啦。因婆婆是安尼，因婆婆是拜拜的，所以呢关系阁无好嘛。想讲这个新妇哪有可能会讲这个话啦？甲伊下失礼呢？所以一定想讲这起笑这丢狗但是上帝最工，上帝最工就感动因婆婆讲，阮的新妇哪会安尼？这无可能伊以前就甲我大细声即摆来甲下失礼所以伊就咧想讲，到底是什么原因？圣灵就最慷慨伫伊的心中，这个婆婆是呢上帝可能可是真的我对伊遮尔无好，伊哪会甲下失礼安尼？伊就开始有改变。顶摆这个小芬，大家转来听到因婆婆拢在一楼拢在念经
念经啊，伊就去顶悬3楼唱诗歌，伊念经我唱诗歌啊，对抗属灵征战者安尼吼，意思安尼啦吼。哎呀，足艰苦的哈，无法度啊，伊就是你就是念经啊，我就唱诗歌安尼啊，我听你的念经安尼。但是以后因两个关系渐渐恢复哦。了后，佫无可能啊，就是发现因婆婆讲我要受洗礼啊啦。我看到你的生命改变，我足感动的啦。我嘛来信上帝、信耶稣啦。所以因婆婆信主啊，这小姑那忧郁症的讲话拢安尼真负面吼。你看到因两个关系好啊，伊讲我嘛要受洗礼。所以呢，因小姑甲因婆婆拢受洗礼，全家因先生嘛受洗礼，所以全家拢住在迄个透天厝，真正透天啊，真正透天以前住到天无透天啦，虽然是住透天厝，一个天是黑暗的啦。哇！即马全家拢信主啊，所以真正是住伫透天厝呢。大家拢我靠上帝吼，所以我听伊的见证，我讲你看，这个方向真重要，方向决定了命运啊。你看伊的方向，伊若是听这个也未信耶稣人的见证，你就搬嘴，就无这个见证啊，对无？伊若是讲真正我靠上帝，讲好住到底。我靠上帝开来引带婆婆，引带这个小姑来信耶稣啊！上帝做工就发生啊！所以伊的苦水有变做甜水无？有呢！哇！这真正大的改变呢，苦水变甜水所以第一个是方向来决定命运第二个真重要，眼光会影响心情咱拄着困苦的代志，咱的心情。通常拢会真忧闷啦，拢真正因为眼光看到是艰苦的代志嘛，所以愈想愈艰苦，心情就受影响啊。所以眼光会影响心情。为什么你讲呢？咱看到讲这个老米伊看到拢是苦的嘛。你看伊所讲的话，我满出去，我空转来，哇！上帝苦待我互我受大苦，我的先生嘛过身。我两个囝也过身，拢是上帝对我无好啦咱知影讲，这就是伊的感受，伊的眼光是看到伊所失去的物件嘛。伊的先生无去啊，两个囝无去啊，所以伊愈想愈艰苦。伊的眼光就影响伊的心情，甚至讲上帝你对我无公平，你对我无好啦。咱拄着困苦的代志，拢会想安尼着。上帝为什么这代志发生在我的生命中间？为什么这代志一定会发生？我满嘴我空转来，你拢无甲祝福，拢会安尼想。这是真的啦，拢是安尼。所以呢，咱要来想呢，咱来看呢，因为呢，咱看到眼光还会影响咱的心情呢。咱要了解这样代志因为咱看，咱一直眼光一直看咱所失去的物件的时候，咱的心情一定是苦水啦，这是真正，我帮助真侪这个兄弟群呢，伊就看到伊所失去的东西，所以伊就足艰苦啦，无法度来赢过这个艰苦，所以咱眼光一定要改变，眼光改变是怎改变咱就看到讲这个专灵者互我受苦这样代志，对这个老米来讲呢，伊的眼光因为看到痛苦，就想到上帝会受苦嘛。但是安尼讲法敢对？安尼讲法敢对？咱来想这个代志。伫旧约圣经专灵者，互我受苦，这个观念到底是对还毋对？到底老米是看了真合伫上帝真理呢，还是无合上帝真理？咱来想看觅。好，第一个咱来知影旧约中这个专灵者，这个用法用上帝的时阵，伊有两款的用法。第一个就是审判者。旧约信上帝人讲，我若是拄着艰苦，我第一个想就讲上帝审判我，我做无好，我得罪上帝，所以上帝审判我，互我受到大艰苦的代志。这是是犹太人因一直安尼想的因为因想到艰苦的代志，拢会想我做毋对代志我得罪上帝，所以上帝审判我一定安尼想的，还是正确的啦。所以你看，这个圣经有安尼讲圣经讲啥呢？讲这个老爸伊的罪孽报应在伊后代子孙的中间是至大全能的上帝万军耶和华你的名意思是讲，
犹太人若拄着艰苦的代志，第一个一定想讲我得罪上帝，我做上帝所无欢喜的代志，所以上帝管教我审判我这是正确的，这毋是讲毋对这毋是讲毋对，对，但是咱来搁想者，旧约中的这个传令者呢，其实真大部分是讲到束缚咱的上帝毋是干那审判，是要束缚互咱的赐福者。所以呢，拿俄米所看到是一半一半的这个上帝这个审判的角度啦但是上帝伊在旧约的中间，伊若显明伊是传令者的时阵，其实伊大多数是要束缚咱信靠伊啦所以赐福者才是传令者伊真侪要做的代志，是要收拾福气啦，毋是要审判所以你看这个上帝向摩西显现的时阵，伊讲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有丰盛的慈爱对千万人守约是慈爱意思讲上帝是伊的恩典、伊的怜悯、伊的慈爱，是对千万人来施慈爱，对无？但是呢，对迄个有罪人追讨伊的罪呢，到3、4代意思讲我敢若3、4代，意思讲我毋是讲永永远远来审判你的后代是3、4代，但是我的恩典、我的怜悯、我的慈爱是千万人呢。有了圣经讲千万代，意思讲伊是真正要收拾福气给咱的上帝啦。所以咱讲到传令者的时阵，拿俄米讲传令者互我受大苦，对无？但是伊敢若看到一个角度，上帝角度无受到上帝，其实是收拾福气给咱的上帝。所以咱就看到讲，哇，原来是安尼。所以你看讲，这个雅各雅各呢，伊是一个小偷啦专门偷取别人的物件所以呢，但是呢，上帝拣选雅各呢做伊的这个囝儿的时阵呢，伊有安尼讲讲虽然你无好，但是我是全能的上帝，我要互你生养众多将来有一个族甲真侪国家的百姓，拢是对你来生出来，阁有君王对你来出来意思是啥？意思说上帝祝福这个雅各这个雅各就是诈骗集团的首领啦骗来骗去啦，骗家骗长子的名分骗这个长子的祝福你看，这个雅各就是安尼但是上帝我全能的上帝要收拾要改变你的生命，要收拾你，所以你虽然过去遮尔差遮尔歹，但是我要收拾你。你看，你要生养中你后代哇，愈来愈多人过来呢有一个族搁一个真侪国家的这个那么对你来出来所以看哇，这就是上帝赐予咱的伊个眼光，咱时常看无啦。咱拄着艰苦的代志，就看到上帝苦待我。上帝你无公平，上帝你哪会拄着这个代志所以咱一定要有另外一个眼光啦这另外一个眼光就是讲，上帝是赐予咱的上帝。所以呢，咱就爱伫伊的面前，爱为着咱伊要赐予咱感谢这是真重要。意思讲，咱若是真正了解讲，上帝是赐福气予咱的上帝，咱爱为着咱已经即马还阁有拥有的东西来感恩这真重要。为什么安尼呢？因为今日的圣经才有安尼讲着讲，你若是安尼有看到这方面，你的苦水就变做甜水意思讲，咱拢会拄着艰苦的代志。但是咱若是眼光无共款，咱的心情就无共款咱若眼光是看到我拢是上帝审判我苦待我，所以我就是艰苦，就是安尼。但是咱无看到上帝是赐予咱的上帝，咱就看到上帝，咱就看到上帝佫有发真侪会使感谢的代志咱就爱来为着这个福气来感恩嘛这就是甜水会出来。好，咱来看今日的圣经有讲到啥？伊讲哇，迄个拿俄米等于这个。伯利恒的时阵呢，圣经安尼讲两件代志。第一个，伊边仔有一个伊的新妇叫做罗德，对无？伊毋是一个人等伊，边仔有一个罗德陪伴伊等伊。第二个等伊是拄啥？拄是起手挂大麦的时阵。哇！这两项代志就是表示讲，上帝有咧看过受苦的人所以呢，咱来看这个。路德然后毋是一人面对这个艰苦的代志，上帝有安排一个外邦的女子这个路德陪伴他啦。安尼表示啥？表示
伊失去伊的先生两个囝，对无？伊还佫有一个新妇甲伊斗阵的吼。所以我安尼写，我意思讲不幸的代志发生的代志，咱有看到全能上帝祝福呢，伊无放弃咱一人，互咱一人来面对这个艰苦的代志，总是安排人陪伴咱啊，三个来面对吼。我意思是讲，当咱拄着艰苦的代志，你就要想讲，你的边啊，佫有啥物人陪伴你吼？你若有找到一个，你就要感谢。意思是讲，上帝伊的同在，当然是甲咱同在，对无？上帝永远袂离开咱嘛。但是伊会调动咱边仔的人来关心咱，陪伴我们吼，互咱无需要一人来面对咱的痛苦。哇，这真重要。所以这是咱来为着这边仔来陪伴我们啊，安慰我们的人，感谢讲，至少各因。伫我边啊，毋是我一人面对吼，才会感谢。第二，咱来看到讲，这起手挂大马的时阵呢，迄是上帝时间对无？所以呢，上帝时间出现的时阵，才有法度互苦水变做甜水啦。所以不幸的代志发生的时阵，咱都爱看到上帝祝福，伊总是会伫上合适的时间陪伴上好的帮助者。意思讲，虽然咱即时看无啦，吼，咱看着讲拢是艰苦的，哪有啥人会帮助咱？无人来帮助咱。但是上帝讲，我的时间到的时候，你就知影讲，我有陪伴上好的帮助者来帮助你，吼。啊，这时常咱做基督徒有时看无，因为咧艰苦的中间，咱时常看到艰苦嘛，咱无看到讲啊，未来上帝啊有陪伴上好的帮助者嘛。当然，上帝是咱上好的帮助者，但是对拿我来讲，毋是干那上帝，啊，佫有另外一个人，伊毋知嘛，啊，上帝有陪伴，吼。所以咱看到讲啊，迄个时阵正是动手割大麦时阵，就看到讲哇，迄个时阵至少啊，伊袂枵死啦，吼。因为犹太人讲，你若动手割大麦，都爱存一寡这个啊麦子麦穗，爱伫土骹，袂使拢摕掉嘛，吼，爱互迄个寄居的啊寡妇啦，啊会使来捡来食。所以第一个，迄个等于表里恒的时阵是大丰收，但是伊袂枵死。虽然伊无即个田地有法度来收割，但是伊捡即个麦穗，伊嘛有法度生活。意思是讲袂枵死啦。迄个时间就是安尼。啊，佫另外真特别的是，即个时间毋若安尼。啊，路顶呢，伊伫在迄个所在等来，在收割后面的时麦穗，拄拄来到伊里米勒本族人波阿斯的迄个地啦。哦，啊，这是真特别的哦。你看，第一个会袂枵死，第二个遮尔啊多的田地，伊无去甲别人的田地，伊去甲因公伊里米勒伊的亲情波阿斯的迄个田内底啦。哇，这就真正上帝安排，所以圣经讲，拄拄啊好，恰巧正好，拢是讲到上帝安排。对上帝来讲，无恰巧意外的代志，拢是上帝安排。但是对人来讲，恰巧来到这个地，恰巧哦，正好是割大麦的时，就是讲，迄个时间是上帝所安排。所以呢，咱就看到讲，哇，迄隐藏的希望就出现啦，又拄到波阿斯对无？啊，了，咱拢知影后边的故事。啊，波阿斯就带这路德，啊，就到尾生了这大卫伊的祖先，就是安尼，了才有大卫吼。好，啊，咱就了解讲，这真正咱所看到是讲，隐藏的希望出现，是因为上帝特别安排。上帝若无安排路德来陪伴，这个拿俄米伊的苦水跑到变甜水。上帝嘛无因转去时，拄好拄着即个起手挂大麦的时阵，啊无因带伊到即个波阿斯的田地，伊嘛无法度看到迄个隐藏的希望啊。所以呢，咱就来了解讲，哇，真正咱来为着上帝所修饰即个福气来感恩啊，不要为失去的哀痛嘛，要为拥有的感恩嘛，这就是真正吼。所以我感觉讲今日上帝特别鼓励咱吼，我毋知咱兄弟中间有人即个时阵有拄着真艰苦、忧伤的代志也无，我毋知。但是今日上帝要祝福你，要互你的苦水变做甜水啦。迄个婆媳关系无好的吼，今日我有讲到这个见证吼，上帝要祝福你的婆媳关系吼，互你的关系愈来愈好。
甚至呢婆婆也在信耶稣，媳妇嘛也在信耶稣，安尼吼，这就是上帝奇妙安排吼。所以呢，咱今日所学习是啥？咱要来伫不幸的代志中间呢，看到这个隐藏的希望呢，咱要复习一下。第一个就是讲，凡事咱来追求上帝引带，唔通照家己意思来行啦。咱已经讲了因为咱的这个方向会决定咱的命运吼。第二，就是讲唔通敢若看到咱失去的这个事物来悲伤啦吼。咱爱看到咱即马各有的事物内底，看到上帝的祝福来感恩。这两项我都学习，我感觉这就是真美好的这个希望在咱的面前吼，看袂到的希望，正做看会到的希望。最后呢，我讲就见证要结束，就是这是我嘛是美好小组阮的这个兄弟叫做骆千里他也是知名的餐饮管理的这个顾问啦伊呢嘛是同款，伊是独生囝，因妈妈这个是老师，所以呢，伊因为是独生囝，因妈妈对伊足好的。这个母亲节要到伊大概讲到母亲节流目屎，因为妈妈已经过身啊，所以伊妈妈对伊足好的有一届伊小学生迄个时阵30-40年前迄个经济毋是讲真好的时阵这个骆天理讲妈妈，我要食牛排你。带我去食牛排妈妈讲哇，迄个时阵1克牛排都要500-600块呢。迄个时阵足贵的啦。但这个妈妈就是疼这个独生囝，好，我请你食所以把伊的储蓄就摕出来，请这个独生囝食牛排。食的时阵，伊甲叫1克牛排这个骆千里迄个时阵是小学生呢，就哇欢喜甲一直食。食了讲，妈妈你来无食？妈妈看你食了足欢喜，我就免食，我就饱啦。其实足贵的，所以无法度叫两个菜啦，无法度啦，无法度啦。所以伊就讲你食就好，妈妈看你食了足欢喜，妈妈就饱，足饱足的啦。所以做妈妈的心，所以你看500-600块的牛排，伊拢欢喜点好这个囝，独生囝来食，家己拢无食，伊安尼嘛真。欢喜饱足所以伊妈妈要过身这个代志呢，互伊真艰苦迄个时阵真趣味我感觉这是上帝安排时间，听我时间的意思安尼。伊迄个时阵敲电话互我，伊迄个时阵也未信耶稣这个骆天理中，伊敲电话讲，这个小牧师，你听讲你以前是做医生你有熟悉这个更新医院这个院长，听讲你有熟悉，你甲敲一个电话，甲伊讲者，阮妈妈即马住更新医院，请伊特别照顾一下，好无？我讲，我毋捌更新医院的这个院长呢，我毋捌咧，我是台大病院院长，我知啦。更新医院院长我毋知呢，你可能敲毋着讲歹势，挂电话。我就知影伊妈妈破病，我就把握机会，我就去探访去病院甲探访伊妈妈，伊妈妈迄个癌症末期食这个吗啡所以呢，神志不清但是看到我呢，佫会晓讲话吃止痛剂嘛有啥神志不清但是呢，看到我佫甲聊天，袂歹我就甲伊聊天，就传福音互伊。哇，无拍出伊精神足好的，听了足清楚的。我就甲伊妈妈讲你要信耶稣无？伊讲好哇，我惊一个，第一届见面。伊要信耶稣呢，伊的生命都无偌久就要离开紧嘞，该受洗咧，所以我伫病房中该受洗咧这个骆天理伫边看了，规个硬去。伊甲我讲啥？伊讲伊妈妈无可能会信耶稣，因为以前基督徒传福音互伊妈妈，伊妈拢甲伊吐槽啦，莫甲我讲这啦，我无咧信这啦，我家己无咧信上帝啦所以拢甲伊骂出去。今日你甲伊讲耶稣，无甲你骂出去佫听甲津津有味，到尾佫要受洗啦。伊惊讲伊神志不清，互我骗去安尼啦。伊就伊问我走了，伊问伊妈妈讲：妈妈，你真正要受洗咧伊妈妈讲啥？我要受洗咧，想真久呢。伊讲伊妈妈
从来没有给讲过这个，讲伊要受洗礼，受已经受真久啊！哇！这个陆千里甲讲这的时阵，我讲哇，这上帝真奇妙呢！迄个时间真特别。第一个，伊敲唔到电话；第二个，我把握这个机会；第三个，我讲传福音，互伊要离开世间嘛，我应该把握机会传福音给他。第四个，上帝最讲，伊欢喜受洗礼。对陆千里兄弟来讲，无可能的代志，无可能啦，无可能因妈妈会受洗，所以对伊来讲，哇，真大的这个经验。了办追思礼拜时，阮就大概到顶去山顶用个安葬礼拜。迄天讲落雨，落雨呢，哇！你到山顶嘛真落雨，佫寒嘛，无拍算。迄天到山顶，阮祈祷了，出日头，哇！忽然间感觉，哇！这是上帝真奇妙呢。那有法度落天出日头，互山顶安葬礼拜拢真顺遂安尼，哇！伊就感谢啦。所以伊就忽然间伊心内底讲，我要来信耶稣，所以要伊嘛信耶稣啊。我讲这个见证要讲啥？要讲你看，独生囝，这个妈妈才疼伊，妈妈要离开，伊讲我可怜啊，因为我是独生囝，我无这个手足，我无这个哥哥弟弟妹妹，我拢无，我要安怎？所以呢，伊到要做见证讲，原来伊妈妈知影伊要离开这样代志，对伊来讲是真可怕代志，因为无亲情，无兄弟姊妹，所以伊妈妈讲，伊讲的讲，伊妈妈要决定要信耶稣，有一个真重要，伊感觉，因为信耶稣了后，伊无搁做孤单的人，因为兄弟姊妹拢真做伊的兄弟姊妹啦。所以伊讲，我足感谢上帝，我本来真艰苦，但是这个时阵我感觉真快乐。这就是苦水变做甜水吼。伊讲伊妈妈过身，伊的脑筋一片空白，无法度生活，无法度做任何代志，一日一摆拢无法度做代志。信耶稣了，毋但伊得到安慰，伊阁转去厝，因为伊已经足有名，所以伊一年365天踮伫厝内底，敢若无够5天踮伫厝，拢伫外口拍走安尼啦。所以因太啊，敢若寡妇共款，活寡妇啦。有先生，敢若无先生共款吼，所以到尾伊信耶稣了，伊阁转去厝，所以因太太嘛得到祝福。所以我要讲的是说，专灵者，咱的专灵者，伊有法度做这个代志，互咱的艰苦，我都变成甜水啦，互咱真正孤单的时有伴，做甲三甲做伴，改变咱的命运，咱三甲来祈祷。各位兄，这我今日在这个所在所透放的这个信息呢，是要鼓励咱中间。咱人生有时亲像拿俄米共款，咱无法度来改变这不幸的代志啊。但是上帝讲，伊是祝福予咱的上帝，伊是全能者，伊是全能的上帝。全能的上帝对你有啥物意思吗？第一个，你就要来对找全能的上帝是做你的王。我的上帝是王。咱就袂使倚靠家己的意思来做决定，咱来倚靠上帝意思来做决定。咱的命运就一定是甜水啦。虽然有发生不幸的代志，但是犹原是甜水的结果啦。所以求主帮助咱，互咱知影讲全能的上帝是祝福的上帝，互咱逐个人真正因为专心倚靠全能的上帝，伊有法度改变一切。伊有法度改变咱的生命，伊有法度改变咱的关系，伊有法度改变咱的困境，互咱真正来得到上帝伊的祝福。所以这个时阵，我要为着咱中间受苦的肢体来祈祷。那你这个时阵有受苦，无论是身体的病痛，还是心灵的忧伤、忧郁，还是讲人际关系、婆媳问题、夫妻关系、亲子关系，有啥物？无法度解决的问题，你会使在你的座位会使徛起来，咱来祈祷，我靠，这个全能的上帝，全能的上帝，第一一定有法度帮助咱，对。咱来改变咱的眼光，咱来改变咱的方向，所以你会使对你的座位徛起来，咱大家来祈祷，互咱今日听到这个圣经所讲的话语，咱来专心倚靠全能的上帝，我相信咱
的苦水一定会变做甜水。听阮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看到兄弟伊即马所拄着的代志，阮无法度完全了解因的痛苦，但是你完全了解因的痛苦，因为你是有怜悯、有稳定、有疼叹的上帝。在因上孤单、流目屎、无人知的时阵，你伫伊边仔陪伴因，你要拭去伊的目屎，你知影因的痛苦。我相信今日你要对因讲，我永远甲你伫咧，全能者甲你永远伫咧。你毋是一个人孤单面对你的痛苦，全能者有法度改变这一切。所以你的心要坚强，要对上帝有信心。可能咱对人无信心，但是对上帝要有信心。上帝今日要安慰你，上帝今日要帮助你，亲像伊帮助拿俄米同款。无5万的中间，先生囝拢过身去啊！一个寡妇无法度来面对未来。因为看袂到希望，但是上帝赐福伊，全能的上帝赐福伊，互这罗德，互波阿斯，还佫有抱孙，哇，这都是真正苦水变做甜水了。所以，各位兄弟，这个时阵，阮为你祈祷的时阵，恳求主坚固你内底的信心，拍开你的目睭，看到全能的上帝有法度，互你有5万。有法度找肯帮助者来帮助你，有法度互真侪兄弟在你的四周围来安慰你，来扶持你，所以你一定有法度来得到这个帮助。你嘛一定有法度倚靠全能的上帝改变你的命运，互你的心情嘛有法度得到改变，无搁活在迄个痛苦、忧伤、忧郁、惊吓的内面，平安喜乐。5万要充满你的心，感谢主。我的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咱要唱这首诗歌啊，这首诗歌唱来请坐啊，咱要唱这首诗歌来回应今日的信息。了，我要把时间交予陈牧师。来，咱站起来唱好，赶紧，谢谢。感谢主，互咱会当透过这个诗歌。互主的话语进入伫咱内面。让我往痛苦的所在，我更进水就伫我心内。叫做点滴点存贵的地，放在眼我富贵为我所喜。耶稣为我受定的是的给，甘愿受苦洗净我的罪，我要学了求主。哈利路亚，对那原则万物主依靠，耶稣的暖呀他，因传万物的光明，耶稣亲就治疗给灵气。我也愿意帮欢喜。兄弟请坐，感谢主，咱多谢郑院长，互咱罗德基真好的信息。望咱每一个人真正，咱爱追求上帝旨意，毋是照家己意思，选择迄个错误的方向。结果咱拄着艰苦，当咱会当转换咱的眼光，真正为着咱所拄着的环境，咱就是有失去的，咱也无伫
长长咧哀伤，烦恼当为着咱所得到的，咱不断感恩。我相信，咱要经历像拿俄米，苦水变甜水啊！这个稳重的希望充满你，阿门。好，咱让时间到咱的。请同工来收奉献。兄弟姊妹，咱今日有听到真侪活我的见证，拢是真实的。当咱会当上帝感动咱，咱照样去行。见证就是上帝的确会伫咱的身躯顶同款安尼来成就上帝所要成就的。我相信人的见证也要成做咱的经历。请起立来吟奉演诗。是啦，阮天顶的爸，愿阮兄弟姊妹甘心乐意的侍奉甲奉献，会当真做教会事工的祝福，也真做青少年事工的祝福。感谢主，甲平安、甲喜乐，60倍、100倍赐福互阮的兄弟姊妹。感谢主，基督奉靠主耶稣的性命。咱由阮请来吟祝福车庆的诗。我脚步，若无我，家己来行。恳求你甲我大个保护，可是我日叫你是正，在我家里遵守你诫命，互我的梦中最肯定。为这因做是平安，这是我人生的前途。接到咱请谢院长。愿天父上帝疼痛，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圣灵的交通甲同在。甲咱众兄弟伫咧对这世代到万世代无尽。阿门。大家请坐，避讳灭倒。